你會試過有種感覺喺關鍵嘅時刻莫名其妙咁樣有一啲貴人出嚟幫你，又或者冥冥中好似避過咗一劫。今日我就要同你分享一個可能顛覆你認知嘅真相。你身邊可能一直駐紮住一支隱形特種部隊，佢哋嘅人數直接決定你人生嘅順逆，而指揮官就係你自己。喺宇宙裏面運轉住一套能量吸引法則，你有功德有善念，自然就會感召到無數善緣同埋守護力量嚟到你身邊。呢個唔單止係人，甚至係包括我哋睇唔見嘅護法神。就好似佛法裏面所講，一佛出世，千佛護持。當一個正向能量嘅誕生，就會吸引到成個宇宙嘅善意嚟到護航。喺佛教裏面嘅《阿含經》裏面有一個好特別嘅記載，一個人一出世就有護法神噶啦，但係數量咧就係參天拱地嘅。一個善嘅人咧，身邊咧可能圍繞住數百甚至上千嘅護法神；一個德行有損嘅人咧，就可能咧要同好幾百人咧一齊共享一個護法神。護法神咧就係好似一個隱形貼身侍衛咁樣，你去到邊，佢哋就會去到邊噶啦。但係咧呢一對護法神嘅數量咧唔係固定噶喎，佢係會隨住你每一個念頭、每一句說話、每一個行為而實時咁去增減嘅。當你開始抱怨啊、計算啊，或者做一啲損人利己嘅事嘅時候咧，護法神咧係會一個個咁樣咧走開嘅。當你持續做好事、發善心嘅時候咧，又有啲新嘅護法神咧會不斷去加入你嘅能量場。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去擴張你嘅守護團隊，令到你事事順境。第一，手持戒律。喺經典裏面咧，每手持一個戒咧，即刻咧就會增加5位護法神噶啦。持好5戒，基礎團隊咧就會變成25位。第二，管理你嘅語言。你知唔知當你喺度講緊人是非啊，講緊一啲廢話嘅時候咧，護法神咧係會覺得你無聊啦，而慢慢咧就會離席噶啦。當你討論一啲有智慧、有營養嘅說話嘅時候咧，甚至咧係分享正法，佢哋就會圍過嚟聽噶啦。聽得開心，你嘅團隊就會越嚟越大噶啦。而整支嘅護法神都係由你親手去招募、親手去遣散。而呢一支隱形嘅守護軍團，你每一個善念、每一句好嘅說話、每一個正行，都係為你自己嘅人生壯大一個強大嘅守護團隊。所以從今日起，不妨留意下自己嘅起心動念，喺留言區打出接護法，令到我哋可以一齊喺每一個當下嘅選擇，壯大我哋生命中呢一支最神聖、最強大嘅護法神團隊。願你自己護法雲集，所行皆坦途。